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4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年过年会有2波寒流，吹透早天气的变革真大冷，离岛暝、北部宜兰甲离岛低温只有8度。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昨去中国厦门甲国台办的主任宋德讲台，伊强调讲是两化交流，也毋过民进党的立委质疑讲伊是去向中国报告。昨有民众伫宜兰的海边看到2只海鸡鹤蛤，通报海巡署，其中1只不幸死亡，另外1只已经放转去外海了。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伫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原住民语言发展基金会大楼，今仔向起向倒平去缀着隔壁大楼的铁窗啊，甲护渣，态度是大家规死个。甲再后目前无人调伫大楼内底，警方接到通知，嘛随去救封锁线。其实伫下晡1点外接到通知，讲中正区罗斯福路一段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研究基金会哦，大楼的起啊歪去，大楼是起向倒平。经过调查了解哦，建筑物外墙的态度崩塌落来，造成护渣也受到损害，加再是无人受伤。警方已经伫现场有封锁线哦，嘛来加强交通的管制。这栋大楼安怎会起去，搁来调查。再来看今年的过年哦，会有2波的寒流，头1波离啦，暗时会落南，吹透早天气的变革真大冷哦。离岛暝北部宜兰甲离岛低温哦只有8度。另外，交通部为着要鼓励民众过年返乡出门，会当坐国道客运。部长陈世凯嘛表示讲，今仔开始到初5，全台湾哦90条的国道客运上价票价是拍6折。特别春节连假，因为这么大的人流南来北往，交通事分也正紧张咧备战。桃机公司指出，根据桃机航班运用人数有无系统显示，2025年春节初运期间，每日平均运量差不多14.4万人。但这运量相关是2月初2休假日。预估出境的人潮的尖峰会是在明天跟后天，那入境的是在2月2号的那一天。那这2天的人潮的趋势，我们判断，在最尖峰的时候，将会超过15万人次。那这是在疫情之后的春节的这个最高峰。为鼓励民众坐国道客运，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为今日开始到休假坐全台90条国道客运，应享受上价6折优惠。另外，为防止抢坐高铁自由坐进条，加开代替新乌一站到台北之间的自强区、跨运区联防疏分。所以其实票真的现在高铁不好订。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台铁，还有刚刚讲的客运，国道客运其实今年打到6折，而且是90条路线，几乎是我们要到台湾的各个地方都可以搭得到。交通量的部分，截至上午9点，国道全日交通量大约落在20.1百万车公里，而高工局这边预估今年会达到107百万车公里。另外，在天气部分，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年春节连假期间天气冷暖变化大。日落暗时到围炉暝前一日，各地气温相对降低，北部甲东半部更较湿冷。围炉暝到初透早，落雨转雨，转做大冷。了后2时开始到初3，气温豆豆回升，不过要特别注意一夜温差大。初4了后会阁降温。27号小年夜到大年初1的清晨这一段时间，我们受到寒流的影响，会有相当多的地方低温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那甚至在北部地区、宜兰以及金门跟马祖可能会下探到8度左右。气象署也表示，为日落暗时开始到27，各地山区海拔超过3000公尺以上，尤其北部、东北部海拔2000公尺以上，水汽甲温度配合的情形之下，有落雪机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要过年咯，最近天气真稳定，所以菜市供货量嘛是真稳定。来看西螺果菜市场哦，即马菜价大批发价哦，1公斤是25块，算是真俗咯。也毋过哦，猪排价数嘛是个真悬。
一箱一箱的高丽菜，规车载来到西螺果菜市场，准备交货。最近天气稳定，本地高丽菜货量有少，搁再加上虾菜类开始栽种，西螺果菜市场逐天的进货量弄到超过1000吨，平均菜价每公斤25块，价小稳定。因为即马天气哦，拢10几度吼，咱平地的这高丽菜吼，它包得扎实，就是电壳壳，内底个鱼包的未开花啦，到货量又很多了。以你的复耕的状况，其实最近都非常的好，所以最近的菜的供应也无虞啦。那也是这时候吃菜是最好的时候。云林县农业处表示，去年下半年因为连续咧扫风台，各地批发市场菜价每公斤都有起到50块以上，目前已经搁落来。不过过年期间，猪肉的需求量大，各地猪仔拍袂计销，每公斤已经起到超过100块。我们都有稳定的输猪，然后猪农也非常的配合，然后甚至这个承销商也都有因应他们的需求量在采购，所以在这个过年期间的供应量没有问题啊，甚至在过年节后，我们也已经有跟这个猪农还有承销单位这边来做一个沟通。云林肉品市场表示，为了应付过年猪肉的需求，平常时逐天拍卖2400只，最近是有增加到3200只，和价销维持伫每公斤95块左右。虽然相关单位有搁尽量增加猪仔的数量，不过猪肉价销有关是降袂落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空瑞风台雨雨水是真高，造成中华台北线83公里的所在路基流失，交通中断。抢修2个月过，今仔开始开放规工单线双向通车路，嘛开放中型的巴士甲8.5吨以下车会当往来。汽车、奥多摆慢慢通过，虽然这个路段还搁在进行补强，不过内山的民众拢真欢喜会当恢复通行。台北线83公里的所在，伫咧去年11月，因为空瑞风台带来大水雨，地处路基流失，交通断暂。经过公路单位赶工抢修几6个月，总算是完成第1阶段抢通。24早起6点开放中型巴士甲8吨半以下货车通行。目前呢，我们是先做第1阶段的一个地锚补强，在最上方处地锚补强打了14支地锚，14支。那地锚打完之后，目前可以允许的交通量大概是这样子哦，中巴以及8.5吨以下的货车通行，我们采取比较多的一个工序跟工法，终于把地锚给打成功。那20号左右施压完成。这是要去梨山甲大武岭一定会经过的路段，不过风灾过去了后，路基流失有12公尺长、8公尺深。环岛道路会继续帮塔公路单位是出动大型的机具来拍地砖补强进行抢修。经过满2个月，总算完成第1阶段抢通。伫咧时间过程当中，也因为地质破碎，山路嘛较狭，面对着真大考验。梨山的农民表示，抢通对当地产业是有真大帮助。那个游客要上山就2条路，第一个就从合欢山上来，会经过83K 的这个崩塌的那个地层下陷的地方。第2条路就从台北宜兰过来，如果北部过来的当然不会很远，但是如果中南部的话，要往北再绕过来的话，那非常远。当地发展协会表示，第1阶段抢通了后，对当地运补农业资源，也有官人的观光是有真大帮助。不过嘛，希望会当伫咧后一届风台季节来进前，赶紧来加强这个路段，迎接所落来武陵樱花季，也有产业需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蒙古的保顺河汇船，之前伫咱国北部的近海出现了，和海巡署发现，昨又搁伫屏东邦山的海底电缆线的附近出现。海巡是怀疑讲，因可能是想要破坏咱国的电缆线。画面中，咱国海巡人员去保顺河汇船来进行临检，确定讲船甲相关的资料无问题。因为这只汇船顶头无载货，检查嘛无发现讲船顶有破坏海底电缆线的设备。海巡署是表示讲，这台保顺河这届是无要进港，伊是准备要驶去越南。再来看中共昨半暝11点32分发射火箭，飞过咱台湾中部的天顶。国防部是表示讲，火箭的高度是伫大气层的外口，所以对咱台湾地区是无危害。昨有中共的军机10架次，有7架中共的军舰来台海的附近，国军嘛拢有监控。另外，美国新任的 CIA 局长雷克里夫的人事案已经通过了。伊之前是捌公开表示讲，未来要加强注意中共的威胁。火箭飞去咧天顶，暗暝中照甲光遐遐，
中共23暗11點32分，伫四川的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執行載運火箭搭載衛星的發射任務。因為火箭飛的路線有經過台灣的中部天頂，經過咱國的 ADIZ， 引起大家的注意。那麼這枚火箭的飛行路徑經過台灣中部，朝西太平洋方向，高度位於大氣層外，對台灣地區沒有危害。中共射火箭雖然對台灣無危害，不過中共擾台行動攏無停。國防部臨時發布偵測強機10台次，其中9台次飛過海峽中線，正列咱西南空域。再加上7台次強艦出現佇咧台海，各軍攏有嚴密的監控應處。因為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長 CIA 新任局長雷克里夫也正關心中共的威脅。And I think really believes deeply in the mission, first of all, of keeping Americans safe, but also doing it in a way that ensure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confidence in our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and both of those things really matter. 雷克里夫在川普第一任期是擔任國家情報總監，伊點名中國是二戰以來民主自由上大威脅，即便得到跨黨派支持出任 CIA 局長。學者分析，這反映川普國安團隊強化收集中共情資的力量，強化這個美中這個大國競爭，那強化它的這個印太地區的部署等等哈，那這個在這個對中國的這個情報的這個收集跟更精確的掌握，可能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台海情勢緊張，和日本正擔心。日本防衛大臣莊國元離到離台灣上遠的沖縄縣與那國島，爭取支持佇咧島上增設飛彈部隊，來應應台灣有代誌。學者講，若台海發生衝突，與那國島恐驚受影響，將強化防衛能力，加強軍的彈道飛彈炸來。公司新聞採訪報道。立法院伫總預算審刷已經休困了。國民黨的立委陳玉珍昨是去中國的廈門，甲國台辦的主任宋德做伙參加過年的活動。陳玉珍是強調講，伊是為着兩岸交流，也毋過民進黨的立委質疑講，伊是向中國來報告成果。另外，陸委會嘛已經取消摕到中國身份證的台軍當選手李東憲，佮有蘇樹穩等3個人的台灣身份。為什麼李東憲還有蘇世恩他們2個台灣人，中華民國國民，已經拿到了中共的身份證了？網紅巴掌進前翕影片，不幸有台灣人摕到中國身份證。陸委會自3證實已經接到10多件檢舉的具體個案，確定至少包含台軍島選手李東憲，以及在台灣有洗錢前科的蘇樹芬，加另外一個親屬，總共3人的台灣身份。你上次台灣身份，基本上我們就把你當成大陸人了。回到台灣，你就是要拿這個大陸的這個相關的文件來申請，才能夠進來。那你的當然也不會有健保。3人當中，李東憲捌伫2013年參加亞太壯年運動會台軍島比賽，喺頒獎台舉中國5星旗。第3回做到註銷的人是3人，陸委會表示無喺影片當中出現，未特別說明，不過歡迎民眾用具體事情來檢舉。國民黨立委陳玉珍自3參加福建廈門新春活動，甲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互動鬧熱。陳玉珍進前因為刪減公司預算，甲引用撇掉討飯的碗流會備受關注。即馬去中國甲宋濤做伙，引起立院立委質疑，時機點是真敏感。共產黨就曾經說過啊，國民黨團在就是在台灣的立法院應該要扮演積極的角色。這次總預算砍成這樣子啊，那果然夠積極了。我不曉得陳玉珍呢，是不是回去報告成績，是不是回去呢論功行賞？立委柯志傑是認為，國安單位應該繼續調查。不過陳玉珍表示，兩岸本來應該有更較濟往來，金門閣是雙邊交流的重要平台。中國文旅部進前宣布開放上海甲福建的居民去台灣旅遊，伊也向總統建議，應該開放更較濟省市居民到金門旅遊，帶動當地經濟。公視新聞採訪報道。來看高雄一個63歲姓曾的查甫人哦，甲伊57歲厝邊，昨暗頭仔去高雄的鳳山水庫釣魚，釣到飯點要駛車回去的時，經過大寮區，這個駛車的精神是向身體無爽快，車嘛衝入去山腳，當場就無喘氣，送病院嘛救無回來，伊的厝邊是輕傷。這邊好。
破案中，几名消防人员沿着边坡慢慢在刷叮当，要救援已经卡伫个车的这台车辆。副驾驶座的男子满面拢是血，爬起来路边救援，塞车的中心男子煞搁困伫内底。我一直抽油门啊，我就把它搬，不然在前面就下去了。哦，所以你有试图要去叫不醒是不是？叫不醒。我实际这样看是掉了大概5至10公尺的那个深度。当时困伫车顶的2个人是厝边，23号暗头小姐要驶一台车去高雄凤山水库钓鱼。半暝要回来的时阵，经过大寮区凤林1路的山路，中性男子形容身体无爽快，无过偌久，规台车冲去边坡。63岁中性男子驾车疑似身体不适晕倒，导致车辆跌进山坡。经送医仍不治。警察研判车辆跋落去5公尺到10公尺深，受困的驾驶赶紧送病院，还是救袂回来。因为男子的死因得爱厘清，警方将会按照规定报请检察官来上验。公司新闻王立婷、陈hen坤局报道。再来看台南市北门区农会溪底寮分部传出员工诈领人客的存款，5个人客共偷领大约210万哦，这员工嘛失踪，农会已经报案，警方嘛在抓人。听到农会防偷领钱，在地民众透早就赶紧去到北门区农会溪底寮分部女仆啊，就惊辛苦赚的钱会乌有去。家己也听人讲，听人讲啊，紧来看呢。加减嘛烦恼，辛苦钱哪有迄落白烦恼？我听到安尼，我好规暝拢袂困者，我会再跟赶咱要来洗铺啊。哦，要入一下铺啊，看卖啊。哎呀，好恐怖哦！旧历过年进前，台南市北门区农会溪底寮分部传出有员工涉嫌偷领客户存款，初步清查有5名客户存款，大概共偷领240万。根据了解，这偷领的员工是一名临时人员，5年前到今，去年7月调到溪底寮分部负责办这存款的业务。这个员工涉嫌伪造囡仔偷领客户存款，代志曝光了后，这个员工目前是失去联络，警方已经锁定伊的身份，等来追查。其实我们账有都有处理起来的啦，我们不会让民众有损失，一定不会的。请放心，而且我们都有保险的。除了清查确认自身账户有无遭盗领外，如有前往农会办理相关存提款业务，应确实了解金流的去向，保障自身权益。偷领的代志曝光了后，农会唔敢代伊进行全面的清查。北门农会强调会对客户负责到底，要投保职员诚实保证保险，客户袂有损失。这个案件是员工的个人行为，农会会继续清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前一站，一个细只的特技表演者要去泰国表演，所发现讲是诈骗哦。经过各界的抢救，这人伫这个月14已经返来台湾咯。警政署嘛呼吁民众哦，诈骗的手法是800款，要因头路进前，就爱先甲调查好清楚，才有法度来保护家己。双手互拍到溜皮，手腕阁有封口手铐的痕迹，这位是前一阵仔真无简单，才互警方对泰国就返来的台湾特技表演者，拜四来到警政署记者会，讲出家己咧网络顶因海外头路刷去互人诈骗的经验。伊讲家己是去到国外才知互人骗去，阁受人凌迟。伊强调，即马手法愈来愈有路，咧发现家己互人骗进前。因头路的过程拢和台湾正常头路定数同款。对方也是把很多就是我们在业界里面可能会得到的一些内容，也是会传了给我，专业内容全部都有传过来。所以当初那个时候会让我觉得说，就是跟我们当时在台湾所接下工作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警政署表示，即阵啊接到民众去到海外求职防诈骗的案件有愈来愈多，诈骗手法800种，建议民众莫凊彩相信网络资讯，也是网友的推荐。像讲若要求民众替人买物件、开口罩等等，就要看买册嘞。有些骗你去帮他去海外开设账户，然后有些是说去旅游啦，给你比较便宜的这些旅游的费用，或是说免机票等等，你只要帮我去开个账户，或是拿个代购的东西。另外，时代力量有针对诈骗的情境去做诈骗风险降低的民意调查，发现台湾有20%到30%的人是遭互人诈骗的高风险族群。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也表示，通常民众去到外国做工课，拢是想要有更较好的机会会使发展。我好像没有出国过，那可以去又可以工作又可以去玩，是一个很好的美景的状况之下，所以他们就很快去。像
被骗去缅甸或柬埔寨的，其实很普遍是比较年轻的，大概35岁以下的。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特别强调，民众申请海外工课一定要开时间查证，通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去问看公司资讯敢有正确。外交部也特别设立海外求职限制宣导专区，帮助民众提高警觉。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将伫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施政演说，伊承诺讲会甲公司的税降到15%，鼓励企业去美国投资，卖当来减免关税。另外，川普嘛要求沙特阿拉伯甲石油组织调降石油的计数。川普是强调讲，油若落价，俄俄战争就会随结束。美国总统川普23日咧2005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施政演讲时阵强调，企业制造业汇流美国的重要性。伊讲美国的公司税将会对即卖的21%降到15%，呼吁企业应该到美国投资，若无就会被扣高额的关税。But if you don't make your product in America, which is your prerogative, then very simply you will have to pay a tariff. Differing amounts, but a tariff which will direct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even trillions of dollars into our treasury to strengthen our economy and pay down debt. 这是川普上任总统4天来对全世界政界加商界领导人所发表的第一场谈话。川普也讲，会要求沙特阿拉伯加石油输出国家组织降低石油的计数。伊讲，伫油价下跌了，也会要求爱税调降利率。也讲全世界利率应该甲美国同步。不过华盛顿邮报报道，联准会是独立的机关。川普安尼先讲，表示伊甲联准会主席鲍尔有可能会有冲突。另外，川普23也强调，油价下跌，俄乌战争就会随停止。这卖高油价和战争会当继续拍落去。伊也愿意赶紧甲俄国总统普京见面。One thing very important, I really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meet with President Putin soon and get that war ended. And that's no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economy or anything else. It'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illions of lives are being wasted. Beautiful young people are being shot in the battlefield. 在川普谈话带动下，美国股市拜四继续起，标准普尔500指数起超过0.5%，创历史新高纪录。不过，人权组织代表批评川普。只敢有强烈的美国环境，对世界其他所在并无环境。C'est une vision de America First, les travailleurs d'abord, les banques américaines d'abord, les investissements américains d'abord, etc., etc. Mais à l'échelle planétaire, tout ça ne va pas permettre la stabilité, ça ne va que renforcer les inégalités et l'insécurité. 不伫前总统克林顿任内担任驻欧盟大使艾森斯塔特，伊讲一般就要2个半月才有法度传好100项行政命令。这么看起来，川普是已经做好准备，而且甲第一任期比起来，伊身边有国家忠诚的团队。伊若是好是歹，就要看你对川普政策是安怎看。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来看西班牙，因为人口的成长甲观光是真旺，厝税是起价真悬哦。西班牙政府当个考虑讲，要来针对毋是欧盟国家的民众来西班牙买厝，要加扣100%的税。马德里纪念商品店会家顶环，拢是礼品，要互全球来遮的游客买甲欢喜。西班牙的旅游业是真兴，旅游人数甚至是全球上济。2004年有超过8850万的游客到西班牙旅游，因为人数伤过济，也出现大个所在无够的问题。Of course,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local than the tourist. But tourists bring the money for the country, which help the locals. 都亲像大部分富裕国家同款，西班牙百姓愈来愈负担不起大个钱，尤其亲像巴塞隆纳、马德里这大都市的居民，收入对不着起的租金，厝也起了无够济。Unas 5.500, 6.000 viviendas turísticas. Tú imagínate que esas viviendas, que son todas ilegales, se revirtieran y volvieran a su uso original, que es la vivienda residencial. 欧洲各国过去10年厝价起48%，超过家庭收入成长真济，其中也包含旅游业做经济命脉西班牙。西班牙政府认为，拢是因为外国人到西班牙买厝炒房造成的，所以拍算针对非欧盟国居民伫西班牙买厝时阵扣100%税。Lo que sobran son Airbnbs.
y faltan viviendas. Vamos a llevar también al Congreso de los Diputados una reforma fiscal para que los pisos turísticos tributen como lo que son.全能系定式设计师就写一种监控非法旅游公寓的应用定式，发现11000户旅游公寓非法的都有1万户。负责管理旅游公寓的业者表示，不是讲伊起价是公司出问题，即卖情势是无够大。不过分析师认为，西班牙政府要通过立法一向困难重重。即摆发出要扣税100%目的，可能是非制造无确定性甲杂音，互外国房地产投资的人家己游手。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泰国的婚姻宾馆法掌成效，正做是伫台湾甲尼泊尔以后亚洲第3个同婚合法的国家，嘛是东南亚国家的头一个哦。昨都有几啊对同性的 couple 登记结婚，泰国的总理嘛录影祝福。清世宗伫双方亲友见证之下，交互政单位登记结婚，两个同婚伴侣欢喜心情看会出来。泰国婚姻宾馆法23正式生效，正作为台湾甲尼泊尔了后，亚洲第3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也是东南亚第1。互同婚的伴侣一直讲，最梦拢想袂到会有这一日。I think today is a remarkable day that we finally allowed that we love equally legally. 万国市中心的新罗贝利讲，同婚伴侣伫6个音乐城中，伫个彩庆大道走秀。万国市政府甲同婚团体也佮私人企业合作，举办大型同婚活动。泰国总理贝丹东也录影片，对来登记的同婚伴侣表达祝福。前总理赛塔进来促成这个法案，也伫致辞时阵强调，泰国甚至比美国也佮较开阔。เรื่อง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ผมใช้คำนี้ดีกว่าว่าเรามีประชากร68 ล้านคนถึงแม้ขนาดขอ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เราไม่ได้ใหญ่เท่าเขาแต่ภายใต้การนำของท่านรัฐมนตรี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แพทองธารชินวัตรผมเชื่อว่าเราหัวใจใหญ่กว่าครับ泰国国会去年6月通过法案，宣告同婚合法。泰皇奥吉拉龙讲，随去伫去年9月签署同意法案，112日后法律正式生效。全泰国一向被认为是包容各种文化国家，每年也有真侪人为世界各地进入万国参加同志大游行。不过社会民风普遍保守，加上政局动乱，经过多元性别权益团体长期抗战，才促成同婚的合法。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过来消息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参加青年百亿海外移民基金的计划启动记者会。赖清德表示讲，少年人是咱国家的未来，鼓励少年人拢来申请。嘛强调讲，咱嘛爱甲邦交国的囡仔来当作家己的囡仔，所以嘛来协助成就邦交国囡仔的梦想。3、2、1，Go for it！木腿登陆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愿望基金计划正式启动，显现协助青年海外愿望，培育青年拓展国际视野的决心。在海外工作的经验，他们不只帮这些青年成为国际人才，他们也让这些青年站上国际的舞台，跟世界更加平等的对话。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自己可以造一艘减速船，让我们的理念被看见，也让世界看到台湾。透过青年愿望计划，政府希望引起更较侪青年勇敢追求梦想，培养有创新能力、甲行动力的青年。在实现个人目标的时阵，也展现台湾青年在全球化当中的竞争力甲影响力，将台湾的文化价值甲创新能力带向全球。年轻人的人生的奖牌要由自己去定义。另外，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透过年轻人的梦想，让国家伟大。总统赖清德表示，少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也是基础。无因为原生家庭影响受教权是国家的责任。除了教育，也要回应完成梦想，鼓励少年人一定要来申请，不要写企划书无关系，找梦想来对赛。另外也讲到爱将邦交国囡仔当作家己囡仔，咱甲邦交国拢是一家伙仔。邦交国囡仔提出梦想，也会尽量斗相共愿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去年的国际机灵竞赛，咱国表现了真优秀，也毋过指导选手的裁判长出面指控讲，因为乌想的评鉴，伊互非法改评，佮无法度向劳动部来申诉。劳动部是表示讲，裁判长是任期制，毋是终身制，无非法改评的问题。去年的国际机灵竞赛，咱国的选手摕到好成绩，总统嘛捌亲身接见，会当有遮尔好的表现，背后有裁判长甲因指导甲协助。不过，主管机关劳动发展署今嘛控控诉讲，因非法甲7个裁判长改评。我从副裁判长出国之后到现在，我每一次都在优胜。我们觉得比较奇怪的一点啊，就是说莫名其妙忽然之间就不见了这样子。收到改评的通知，心内是惊一跳。有裁判长控诉讲，若照相关的规定，敢若伫咧连续2届无得名，搁去参加搁无得顶，或者是比赛做手等等的情形，才会去互改评。不过，即届有5个人，去年的国际比赛拢有得名，甚至有的已经做20多年的裁判长，质疑无代无志去互洗头路。透过这个职场霸凌的这个案件去做申诉了之后，跟我们讲说，因为裁判长跟技能竞赛科不是在同一个单位，不能用这样子的申诉管道。那么我们就要试问，如果这个管道是不能够畅通的，要这样子来来回回，那我们还要这个管道做什么？那进前无事先沟通，伫发展署8分署逼出霸凌员工行底路的案件了后，新的劳动部长洪新汉对内嘛公布申诉的专线，不过裁判长卡几通拢联络袂到。最后，敢若得到官方的回应，有说考核的机制，不过安怎考核，有啥物款的标准，拢无说明，嘛去用批评讲是乌想作业。其实没有什么黑箱不黑箱啊，在强调它就是任期制，而不是终身制。那我们就是会综合的来考量，包含历届的表现啊、业务的配合状况啊、实际的一个成效。去互洗头路的裁判长评判的项目，包括做头毛的、做电路的，还有分段运算等等。发展署回应讲，裁判长是任期制，并不是终身制。因为任期满啊，经过综合评估了后，决定无要继续甲请，并无非法甲伊洗头路的问题。嘛尊重部分的裁判长依法申请行政救济。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公布113年度中区、南区、高屏区等医学中心评鉴的结果，这届是评定11间医学中心甲2间准医学中心哦。期待医疗财团法人医大病院升格成做是医学中心。大拿的主治病院，佮有台大病院的分林分院好美园区，2间哦是新增加做准医学中心。本次医院评鉴结果为优点，可照顾医疗资源相对弱势的大高雄3区及屏东县的民众。医大医院一直以来也积极协助屏东县、澎湖县偏远地区的医疗，升格为医学中心，有助提升高屏地区整体医疗品质。卫生福利部指出，讲医大病院连续7档拢获评做准医学中心，这届的评价嘛是优等，分数嘛已经达到医学中心的标准咯。今年1月初1开始，健保的给付佮住院的费用就会调整，也毋过民众的部分负担哦，要后个月才会开始调整。一般门诊的费用是对240块调整做420块，急诊哦嘛对400块来调悬做750块。再来看华东创区管理处哦，甲即时监控影像的镜头来改做4K 画质的互动录影系统，尤其哦透过手机啊，就会当来操作。那么做伙来了解。出门前，大家拢会想要翕相做纪念。不过，无论是用手提翕相机，或者是用手机啊，搁加一支会当存长的歌啊，有当时也是无法度甲规个美丽风景拢翕起来。不过，伫花莲鲤鱼潭有一支4K 高解析度的摄影机，用手机啊操作，就能帮你翕规个风景。很好的体验啦、很好的体验。我们明天也有一群人会来。哦，那要不要一起人在这边再来玩一下？要，一定要。这支镜头本来是用来做即时监控。提供地动或者是风态画面，这么总管处特别改做活动观光景区自动翕相系统，用手机啊就当操作。
其实它都有语音的一个等于说导引系统，然后大家只要扫了 QR code， 然后接受语音的指示呢，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这个自拍的动作。总管处强调，这嘛先伫礼仪坛美南码头装第一期活动自动翕相系统，以后伫其他景点也会装。若要行，就要甲手机的定位开开，若无是无法度连线。若是使用抑有问题，会当问礼仪坛美管理中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今仔日是办机器人的比赛，有127队参加，赢的队伍4月份会代表台湾去美国比赛。3、2、1。学生囡仔操作遥控，和机器人去抢比赛现场顶悬的4角砖啊！大家用速度来拼输赢。高雄科工馆举办 FIRST 机器人大赛台湾选拔比赛，4天的赛程，拢总有172队来参加。参赛学生年纪对4岁到18岁拢有。最后胜出的队伍，第4月份会代表台湾去美国比赛。我们在一个海洋保育、一个海洋资源的一个维护方面，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但是让学员们可以根据他们的一个动手做能力跟一个思维能力，再去创作出他们所需要的一个议题。科工馆讲，这几年 AI 甲机器人在世界各国拢是推测的重点。台湾也未少偏向学校推广机器人课程，和偏向的囡仔有机会接触到科技，增加自信。来自南投县的仁爱国中已经连续4年来参加，顶2年拢摕到创新设计奖，今年摕到佳作。老师讲，因大部分拢是原住民的囡仔，以早敢若行运动这条路有出发，但是这摆因加一项新选择。其实我们想说，也让小朋友也能够参加一些运动以外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推广一些科技类的东西，让小孩去做。然后，而且之后升学对他们也有更多元的方式，就不会走运动类。在一开始，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比如像是组装机器人跟程式的问题，但是经过老师跟同学的帮忙跟引导，我学会了组装机器人跟如何写程式。美国的 FIRST 机器人比赛对1999年开办了后，已经推广到世界各地。今年台湾区的选拔比赛进入最后的阶段，25这天参加的拢是4岁到6岁囡仔，小小年纪也展现因对做机器人的热情。记者柯卡如区朝阳高雄采访报道。之前美国研究指出讲，逐天早起啉咖啡的人，比规工拢会啉咖啡，还是暗时啉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是较低。过来有医师是表示讲，可能是因为咖啡因会影响到困眠，造成血管的疾病风险。寒天早起，真侪人会啉一杯烧烫烫的咖啡，较有精神。有医师引用美国的研究发现，研究甲受测者分做早时啉咖啡的人、规工啉咖啡的人、甲无啉咖啡的人。经过10年的追踪，发现早时啉咖啡的人，着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明显较低。早上会喝啊，上班前就是喝一杯咖啡，仪式感吧。早上、下午都会喝一杯，是因为我本来就已经有点喝太多咖啡，所以应该也没有那么在乎健康相关的事。可能是跟生活形态有关系。第一个，比如说可能早上喝咖啡的人作息相对正常，当然也是有一些推论来自于咖啡因本身的特性，比如说可能太晚喝咖啡因的人，那可能会干扰你的睡眠习惯啊，或者是干扰你的生理时钟，也有可能。医师分析，这可能跟咖啡有抗氧化、抗发炎成分有关系，更加重要的可能是跟生理时钟有关系。因为早起啉咖啡的人，暗时的困眠较袂受咖啡因影响。凭暗时啉咖啡的人来讲，生活作息较正常、较固定，身体也就较健康。应该都是上午前吧，对每个人的健康，如果有帮助的话，其实是好的。饮食本来就是很因人而异啦，但是倘若你本身有睡眠相关的问题，其实就可以试看看呐。那假设你又咖啡又晚喝，你可以试试看提早喝，看是否不同的生理影响。医师强调，这个研究结果虽然显示早起啉咖啡的人，有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较低，但是无法度推论早起啉咖啡会让寿命较长。医师建议民众有时要注意家己的生活作息，维持整体健康生活管是较重要。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海巡署昨早起7点外接到报案，有民众伫宜兰的海边看到2只海底柯达，相关的单位是随去抢救，嘛先设管制区来保护。确认受困鲸豚为保育类浮式海豚，评估健康状况良好，故转送乌石港。由热心赏鲸船业者
协助载运外海，实施野放。海巡署到现场发现，讲有一只海猪已经无喘气咯，另外一只是个真健康，嘛，甲伊再登去外海放登去海里。海巡署嘛提醒讲，伫春节期间哦，若有保育类的动物需要救援，会当来卡118的服务专线。再来看高雄哦，有民众反映讲，市区有一寡路面有适合车辆会当减速的塑胶柱啊，也毋过对行动无方便，爱杀轮椅的人是真吃力咯。交通局是表示讲，未来会先针对高龄的社区来做改善。一台、两台、三台，不管是直接到过，也是越过，经过这个减速柱啊，一定会将速度放慢。另外来看这个路口，赛车的民众也是同款慢落来，行会靠到底盘。一寡社区也是巷仔口，拢会当看到这款塑胶做的减速柱啊。民众讲有做较安全，不过有行动无方便的民众认为，刹轮椅的时阵是真吃力。你如果说做低一点，没有那个减速的效果啦。对啊，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啊，是会造成不方便没有错，但是它有存在的必要性。轮椅要刹过嘛？太平，对，一直爱坐边啊，袂出对安尼无可能。嘿，阮的小姐伊因为我倒，无法度伊力也无够，会跋倒啊。高雄市交通局讲，高雄目前的减速柱啊，拢是依照地方公所家己做的，规格有大有细，有悬有低。民众环境有时车辆经过会产生噪音，甚至佫会触电。今年因争取到590万的经费要来改善，头期先会针对时代较侪社区来试做，若是成效袂歹，后续会来推广。这个月才刚决标出去，所以是希望说不要限制说一定要做什么形式啊，如果规划出好的，我们就来做那一种。交通局初步规划是要先第三明区的合体社区来试做，目前也佮社区伫咧参详，整个计划按算今年底进程会当完成。记者柯嘉如、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台湾目前知影有5种的土壤，有学者嘛发现讲，8当前互号名做台湾土壤甲草南式土壤这2款标本那亲像有顶搭。雪霸国家公园一定伫官方的网站甲展览中更正了。雪霸国家公园内底有真丰富的生态资源，其中台湾土壤数量真少，但是台湾学者研究发现，8年前向号名的台湾土壤甲厝南式土壤2个物种的形态完全颠倒变。经过比对特征甲文献了后，总算是验明正身，修改证明。发现就是他所叙述的台湾山椒鱼的花纹，跟我们就是过去所讲的楚南氏是一样。木茂四郎的文献发表上所看到的楚南氏山椒鱼，是跟我们现在的那个台湾山椒鱼是它的花纹跟特征是一样的，是完全是相反这样子。雪管处表示，1922年日本学者木茂四郎根据土壤外观形态的差别，伫咧日本动物学杂志发表号名台湾土壤甲楚南式土壤。但是这几年台日学者交流所发现，标本说明甲野外记录土壤形态拄好颠倒变。台湾土壤后骹枕头有5支，楚南式土壤是有4支，确定应该要将2个名对调。为了国际上交流的一致性以及交流的方便，认为还是应该要做一些命名上面的更正。那所以从今年2025年开始，我们希望说台湾的山椒鱼能够正式把这个错字的问题。大家予以重视，然后一起来更新。目前雪管处的土壤特点已经将介绍换新，而且修正官网，清楚呈现雪霸国家公园应该是楚南式土壤的车地，各自另做规装。公司新闻苗栗报道。台南的两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最近邀请14个工艺师，以伫阮岛重新来定义厝的概念，加一寡传统的工艺品，亲像是庙式的彩绘展览等工艺。变做是厝内厝内布置，也是讲会当来使用的工艺品，那么做伙来看卖。这件布件的作品看起来真有路，是国宝大师陈三惠做的。台湾的展览伫1949年登发展，早期拢用玻璃落去挂，后来艺术摕灰干落去讲，再去落去倒，才呈现特殊的艺术美感。那这幅作品是彩绘大师潘国雄以校做主题，为24号的故事。这回两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办新春特展，结合14位传统工艺师来展现工艺品是安怎融入生活美学内面。你做我画啊规拢红的，代表喜气洋洋嘛，因为会过年了嘛，过年发财啦，还个春到。明朝晚年真的阵就展览啊，到这400几档啊啦，但是迄阵是用讲迄个咖啡熬啊，为着要留物件，我想这样转移，
剪念就是拢伫庙顶的匠师匠，啊，我咧转艺术啦，我即马是用花杆，随缘不随我，讲咧伊拍安怎，你就利用伊的迄个弧度。展览伊伫阮兜台语话音做意象，甲彩绘插绣剪念顶工艺，重新定义厝的概念，像伫正听到当代门神做装摊，甲传统工艺品变做现代生活美学的一部分。主办单位讲，期待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大家通更加挖紧传统工艺。神明厅的部分就是以我们民俗中妈祖就是台湾的母亲，对，我们当然像妈妈一个角色作为核心。它旁边呢就代表四海，就是代表以台湾岛为中心的四方这样子。这次的特展，它打破了民众对传统工艺的刻板印象，可能都在宫庙里面啊，但是呢，这些工艺品其实它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布置当中。这个新春特展展期到2月17，拢总有45件作品。工艺所以嘛向大众证明，传统工艺不只是文本尔尔，嘛通参现代生活美学做结合。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昨是旧历12月24，是送神的日子。中华鹿港的天后宫准备成立甲果子靠下升温，嘛出动100外的志工来到青屯，去神尊来换新衫，感谢生命的保庇。志工用青仔甲妈祖婆神尊的用野饼合成起。旧历12月24是台湾民间习俗内底送神青屯的日子，固定古迹鹿港天后宫出动正100位志工来甲庙内环境拼咧，尤其咧整理神尊爱特别细致甲斟酌，因为鹿港天后宫的妈祖婆拢有上100年的历史。因为咱伫神房内面的神尊吼，拢是上100年的神尊，所以讲咱咧整理的是爱足轻的，无会去破坏它本身神尊的一些油漆啊、一些漆线啦。今仔吼，就是咱民间吼讲的吼，咱来上神的一个日子吼，庙恁吼是来清屯，然后下太岁跟下刀庙，感谢讲吼，伊今年吼几年通天吼，甲咱保佑吼，咱一家大细吼，拢会使平安顺遂。除了庙方会准备成立果子、下太岁、下刀庙，一般人家厝也会送神青屯。然后伫厝内安太岁民众，嘛会伫送神听金的时阵，甲搭伫厅头的太岁符做伙挂掉，答谢今年太岁神君的庇佑，然后过旧历新正的时，才搁敬奉第年的太岁符。准备寿金搁加码，加码就是神明咧坐码，所以互伊转去的时阵会使坐加码，搁有咱太岁符甲伊摕落来了后，会迅速甲伊化掉，了后就再开始清屯。一般12月24清屯这天，送神分做送灶神甲送众神，各地头也有无同的风俗，但是为送神拜拜到清屯摒扫环境，拢会当看出台湾民间风俗敬天谢神的心意。嘛趁过年前大摒扫，要甲歹运摒掉，迎接新正的好彩头。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过年拢会款一寡乌鱼子，阿里山世界卫生协会就举办台语体验的活动，互大人甲囡仔拿算来了解乌鱼的历史甲生态。这是一只鱼啊，倒来。学着台语的意思，上课的大人甲囡仔先来日捌字甲拼音了后，老师佫运用这个思维来了解台湾的乌鱼。包括台湾的乌鱼的历史，佮有生态环境对乌鱼的影响，嘛甲大家用纸做物件来算，增加因的学习印象。乌鱼子是安怎来的？伊的生态是啥物？和咱台湾的关系，甚至是对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阵，一路来到遮咱这个时代演变，这个乌鱼是安怎出现伫台湾？又佮是安怎变做台湾的食食文化？参加活动的家长讲，因拢知乌鱼子的价值，但是对乌鱼拢无啥了解。囡仔的学校嘛无一定教甲遮详细，陪囡仔来学台语，唔但学字学拼音，嘛对咧来认捌这项在地戏杀。伫生活的部分，听老师讲，安尼囡仔较会学到物件，嘿，较活泼啦。较有印象的，就是知影讲乌鱼子是安怎制作出来的，真高工。上课的老师讲，台语的使用除了生活方面以外，嘛爱增加知识方面的思维，是用教育结合台语来推广。唔但互台语家庭的父母甲囡仔增加知识，嘛互台语的使用范围更较多元。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伫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原住民医院发展基金会大楼，伫下晡传出讲有气象倒冰哦，警消嘛已经有封锁线。不过上新的消息是，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是表示讲，经过土木技师现场的勘查，初步认为哦，这栋大楼并无起气，态度会甲规世界成为前几天哦发生地震的关系。咱继续来看南极海全球上大的冰山 A23A 往北边在移动，专家嘛在注意讲对徛鹅甲海拔的生态地哦，敢有受到影响？咱做伙来了解。世界上上老上大冰山 A23A， 这个起层冰山将近4000平方公里，相当台湾的南投县大小，一条向南极洲外边远岛屿刷过去，伊差不多含负1兆吨淡水，可能会伫山顶冻的时阵引起。Frequency with which they happen ha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due to climate change. So icebergs like this, megabergs like this, are completely natural. It's what ice sheets do. They sort of slide down from the centre of Antarctica until they hit the ocean, and they float until they're pushed out and they snap off. 新闻后专家更较密切注意的是，冰山可能会弄到乔治亚岛个可化。It's likely in the next 2 to 4 weeks that the current will take it to the margins of South Georgia. The water becomes much shallower. South Georgia is a amazingly ecologically rich island. It's a breeding ground for a huge number of penguins, millions of penguins and seals. And at the moment it's summer there, and so they're well into their breeding cycles. There's lots of pups and chicks, and they're all still dependent on their parents. So the parents go out into the ocean quite a long way from the island and forage and bring back food. If this iceberg parks there, it will block or potentially block pathways to their food. 也就是讲，徛鹅妈妈爱去更远的所在找食物，就会消耗更较侪体力。食徛鹅等待时间会更较长，不形是这大大增加死亡率。这伫以前都已经发生过。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最近澳洲正欠兽医，伫澳洲南部有一间动物病院，就要招澳洲国家的兽医来上班哦。望讲会当来解决暂时解决骹手无够的问题。将口啊抱起诊疗台，为爱尔兰来的兽医坎贝尔跨海到南河小镇贝利，将旅行甲工作结合是坎贝尔心内上好的工作模式。澳洲的兽医体系因为工作量大，无法度应对，造成爱长时间工作，互真侪人被砍伫选择离职。这正做过澳洲欠真侪人。I think across Australia you can definitely see the shortage and the pressure that all the vets are under. And I was just really interested to combine that travel and then also be able to work in a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for veterinary and learn different things as well. 目前澳洲各地区有将近一半兽医工作爱1年以上时间才有机会补满，到2011年敢若补助30%，互各地动物病院用要规年拢在请人。伫南澳贝利的动物病院，面对国内无法度补助人力之下，决定请国外的兽医人才，用短期请人的方式，暂时用填补人力无够的问题。Unfortunately, becoming a bit of a norm for them to work, 14, 15, 16 hours, which just isn't sustainable for anyone in any job. To be honest, I can't remember a time where we haven't had job adverts up, whether that be for vets or for nursing staff. 根据上新统计数据显示，短期外籍兽医人数目前只占澳洲兽医劳动力5%。虽然协助减轻工作量，不过这种解决方案也可能治标无治本。有关爱靠政府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政策，才能确实解决问题。公司新闻，陈世东朋友。来看纽西兰一只美银鸟甲主人搬去澳洲，却因为航空公司创空，甲鸟仔袂记这支货舱，互伊24点钟内往来纽西兰甲澳洲3抓。8岁的缅因鸟叫手套，1月13为纽西兰基督城甲厝的人做伙坐飞机搬去澳洲的墨尔本新厝。不过到目的地机场，主人安怎等都等无鸟仔互送出来。3点半后，地勤才通知班机已经启程，转去纽西兰。鸟仔还阁伫个货舱内底，都还阁飞7点半钟转去原出发地。And I said, how can this happen? How can this happen? Oh my God! But the first thing was, does the pilot know that the cat is still in the plane? Because it's around sort of 7 degrees down there, so normally they would put the heat on, to make sure that the cat's okay. And they said, look, once ground staff realised that the cat was back in the air, they contacted the pilot and he turned the heating on. So immediately I was relieved.
工作人员讲，货舱内有一个拗起的轮椅挡条的无看到，特殊行李搬运工无看到猫人啊，才造成失误。好佳在当初安排猫仔旅行的宠物搬出公司，顺利伫纽西兰机场找到伊，佮随安排伊坐下一班飞机去澳洲。24点钟来飞3逝纽澳国际线，早下总算加饲主一家伙团圆，有较散一丝啊，好佳在是无要紧。She is not, wasn't an overly affectionate cat. She just basically ran into my arms and just snuggled up in here and just did the biggest cuddles of all time. 纽西兰航空对这件失误事件已经发生免费失礼，佮提醒猫仔旅行的所有费用。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3度；华东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为着阮后母甲我拍，你个家伙是干袂落啊！便当，买便当吧。啊，恁母用还是无消无息啦？我早就当作伊死啊！我无伊管报警。2月2号开始，每礼拜日暗时8点，公司台语台火车来去。公司台语台2005年金蛇来报喜。